好来，乡亲啊，今年要过这个中秋节，听啊到嘉义市的八乡湖公园哦，遐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水上的月娘。另外，屏东的大平湾有大规模的芳船比赛，现场阁有表演甲市集，要互游客过一个真无共款的中秋节。浮出水面的月球，倒映出电影搭配以四季为主题灯区光影变化，和夜空增添真侪浪漫。嘉义市政府伫北乡湖公园，和民众欣赏到全台湾上大的水上月娘。不必千里共婵娟的，你来到这里，你就可以跟大家就在月亮的前面，光影当中去体验到彼此之间浓厚的情谊。嘉义北乡湖公园为10月7日起，暗时6点到10点，有四季为主题7大灯区，若日时嘛会使到屏东的大平湾。几百台帆船开始比赛，水上游乐性伫大平湾到10月7日为止，展开大平湾帆船的生活节，结合运动比赛甲在地观光。中秋连假，若还未叫会好要做佚佗，这个所在，互你为初日精彩到半暝。